秀琴歌剧团带领幼文国小的学生，共锣拍鼓登台扮仙，呈现文化体验成果，人物戏剧背后所代表的意涵。扮仙好修，就是要让小朋友更一步去了解传统戏曲，啊，个扮仙对咱的生命的敬仰，这个传统戏曲代代相传。 要让小朋友知影这个歌戏的水。文化部和教育部为1807年开始推动文化体验教育计划，今年以设佚佗做主题，总共有14组艺术家和团队入选。即讲伫生活美学馆轮流展演烟花课程，有来自金门安居馆、康平湖的泥巴。 高雄的刀仔剧团利用光影戏红仔配合故事剧情，让学生学习操作戏红仔和讲台语。发现光阴某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容易入手、入门，然后又好玩，然后他们又觉得很有趣，所以比较难的是4堂课里面又小朋友认识，然后呢讲台语。这些的体验呢，都是在正规的教育课程，让孩子自然的来接触。 主办单位欢迎对着文化体验有兴趣的老师来申请体验计划，让艺术家会当进入校园来教课，在教学之间，让学生会当深度了解传统文化和艺术课程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